2022年10月28日，西拉雅正名釋憲案判決，要求愛佇咧3天內修法或者是設立專法來保障病部做原住民的身份權益。到今年10月特別到期，不過即馬行政院版本的病部原住民族權身份法是也未送去立法院。拜四就有立委，也閣有西拉雅的團體開記者會，呼籲原民會愛積極來推動。台灣大家不如打西拉雅。西拉雅族人用族語講出想要趕緊正名願望。西拉雅族正名運動已經行20-30天。根據2022年10月28日西拉雅族正名釋憲案的判決，憲法法定要求相關單位在第3年內修法或者是設立專法，保障病部族原住民平等的身份權益。修法期限到今年10月拜四，西拉雅族人和民進黨立委召開記者會，要求目前規劃行政院版本的病部原住民族權身份法，要趕緊送立法院審議。也真煩惱目前國民黨有立委提出的草案有歧視的疑慮，因為他把平埔原住民就排除在原住民的基本法以外，所以變成我們是一個如果這樣通過，我們真的變成一個次等的原住民了，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。當時原民會的長官也承諾我們說，我們一定會先處理身份認定的案子，你們一定會有族別認定。會是第17族，但現在我們卻收到修法完，我們再認定。另外，立委和族人也攏呼籲原民會愛積極監督專法送審的進度，同時族人要求愛和其他原住民平等的訴求，針對部分原住民的煩惱，甲病部族納入原住民族，會影響原本的資源分配甲權益。也那原民會是表示講，會尊重所有意見，參各界討論。因為它有不同的歷史脈絡，它的權益的這個發展的過程。所以他是在憲法法庭的判決就有做這一方面的區隔了，所以我們原則上原民會就會按照這樣的脈絡去執行。西拉雅團體表示，正名運動行到最後一里路，也體現病部族權過去受到社會制度的排斥，希望各界通尊重憲法法庭的判決，捍衛族權的正義，讓西拉雅族人有一個正式的身份。記者梁家嘅小慧玲台北報道。